係啊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 啊。新聞女王2咧就接近尾聲啦，劇情咧轉折咧引起全城嘅熱話，Man 姐嘅狀態咧成為咗焦點。10月初5嘅月光嘅祝君好啦，阿旺正傳啦，金枝玉葉嘅以純咧都有睇。佢出道28年來，凍齡成為咗美魔女，身高1.65 米，cm， 46公斤，102磅嘅佘詩曼咧，佢嘅身形咧就非常之好嘅。我哋睇下佢凍齡嘅6個方法。第一，走油炸同埋高糖嘅食物。去打邊爐咧，食沙茶醬、走麻辣呢啲重口味，分5至6次食，每餐8分飽，令到個胃嘅容量減少，產生呢個飽足感嘅。中午咧就食蔬菜、沙律、牛油果，飲有機嘅果汁、雜梅汁。晚餐就食肉類，少食澱粉嘅。第三，去食花膠，令到佢個容貌咧更加美麗嘅。第四，佢每日跑步45分鐘，做平板支撐同埋舉啞鈴，做有氧運動同埋肌力嘅訓練，練呢個手臂嘅肌肉，收緊呢個腹部，提升呢個線條嘅。第五，佢早晚敷1次面膜，卸4次妝，清潔皮膚，確保毛孔暢通。第六，長期嘅焦慮同埋壓力會令皮質醇破壞皮膚嘅膠原蛋白，鬆弛暗沉。而愛美食嘅愛朋友嘅阿佘，佢咁樣做都係啱嘅，愛美食愛朋友都係啱嘅。咁我哋跟住佘詩曼呢6個凍齡嘅方法咧，健身嘅方法同埋飲食嘅方法，都可以做到年紀雖然大，但係仍然保持好似30歲都係嫌佢大，嫌佢冇嘅，即係25歲都差唔多嘅樣子，拍起其他後生女都唔輸蝕嘅。好，我本人都好欣賞阿佘啦嘅説話啦，又靚啦。好啊，多謝咁多位收看。